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一开始来看卢比风台上新的动态。气象局讲，这个卢比风台今仔日登陆广东了后，有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趋势，将伫等一个5点半来解除到海上的警报。但是今仔日开始到拜六这段时间，也是风台上晚近台湾的时阵。 中部、南部、金门甲澎湖，拢会透大风、落大雨，请当地乡亲要特别注意。另外，伫个琉球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已经伫拄则2点发展为今年第10号的风台银河。另外，阁有一个离台湾搁较远的，伫个日本东南边的海面上，第11号的风台泥潭嘛来形成了。 可你加在，这两个风台对台湾拢无直接的影响。天公伯有保庇轻度风台路皮未来会为中国的广东过去，目前伫金门的西南边，差不多是220公里的海面上，以时速8公里转5公里的速度，慢慢地行，正接近广东的沿海，离台湾的本岛有400公里。 风台暴风圈已经到台湾海峡，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的警报，所以讲伫海上作业也是航行船只要非常的细致。由于台风接下来预计在陆地上会停留超过2天以上的时间哦，所以受到地形破坏的影响，预估台风的强度接下来登陆之后，未来是有机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从今天一直到6号、7号，相对来说还是距离我们金门、 马祖最为接近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金门跟马祖地区的朋友，接下来这2到3天还是要留意会有比较显著的风雨的状况。虽然风台慢慢进入广东陆地，登陆了后强度会变较弱，若是路线搁较偏西边，金门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机会就会减少。是讲依然有西南风的影响，中南部的天气同款无稳定。气象局针对高雄、屏东发布豪雨特报。 嘉义县市甲台南爱细致会落大雨。中午到下午过后呢，则是在北部还有其他各地的山区要留意午后的雷雨发展，也可能造成短时间的强降雨。而中部、南部，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降雨，还是持续会有局部的大雨，也不排除会有局部的豪雨出现。 伫琉球南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银河风台，估计会为日本南边过未对台湾来。所以讲，目前先关心罗皮风台所带来强风甲大雨，若住伫较低所在，要严加防范。